后来继续来看苗栗台13线发生着重大的车祸，一个18岁男大学生弄到一台银色的轿车，规个人为机车顶飞出去，重摔在地，有性命危险，目前要咧抢救。这轿车搁去弄到另外一个骑机车送批的邮差，邮差嘛是重伤送病院。 监视器翕到阮色的轿车驶到路口，道边一只机车冲出来。虽然轿车虽向正边，不过也是闪袂赴就弄着啊。机车骑士规个人为机车顶悬飞起来，摔伫土骹。骑士是一个18岁临时大学生，命为抢救当中。若轿车闪正边了后，无停落来，阁继续开，弄到另外一只机车。这个骑士是一个邮差，当时是送完批要转去，重伤送医。 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派2只救护车到场，现场的碎零件是满世界。重伤的骑士倒伫土骹，机车搁喷大药2公尺远。我多半都会骑很快，就会吓到而已。因为毕竟那种撞击声蛮大。车祸发生伫咧苗栗市台13线南势里新兴路段，这个路口是路径，不过交通的号志敢若伫咧上下班的时阵才有青红灯，其他的时间都是闪电号，才发生车祸。路口的店家搁伫咧门口放一座旧感灯，要来定刷。左转台13线北上时，与徐女驾驶自小客车由台13线北往南直行行驶发生碰撞。警方调查临时大学生才打上大学，当时是无课的时间，要骑车到苗栗市区，想袂到伫咧我学校大约2公里的路口发生意外。经过酒测，3个人拢无食烧酒。详细调述责任，警方搁在调查当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